李浩然議員啊。多謝主席。咁首先呢，我都樂見政府咧即係推出呢一個嘅現代物流發展行動綱領嘅，咁以及咧就係即係後續咁跟進啊各項政策啦。咁我咧就想多啲了解一下咧，就係關於咧因為而家喺推地節奏方面咧睇到咧就係發展局啦、物流局咧都有一啲嘅土地咧係即係正在或者係計劃推出嘅。咁因為我哋考慮到咧即係大量嘅供應咧，就可能會即係當然壓低個價。有一方面嘅因素啦，但係亦都可能對於個市場運作咧都係一定有影響。咁呢兩個局咧之間咧係而家係點樣去溝通同埋協同咧，就掌握個整個推地嘅節奏咧。因為具體睇到咧，嗱，例如我哋而家睇到就係喺洪水橋嗰邊咧就有推出一啲嘅土地啦。咁當然因為嗰個區域整體啊，即係未係北部即係個基建未好完善，所以咧都係以一個即係物流集群嘅概念去處理。咁而且佢個區位嘅優勢可能係涉及到即係跨境物流方面。但係同時間咧，我哋睇到咧，其實喺葵青區咧，亦都有推地。咁葵青區推嘅地咧，就相對咧就係涉及港口啦，亦都係比較傳統嘅物流嘅集群啦，比較成熟啲。咁當然啦，佢哋嘅區位嘅定位有啲唔同啦。但係畢竟咧，對於業界嚟講咧，即係佢哋。即係對於即係嗰個都係一啲嘅用途上面都係現代化嘅，即係多層工業啊、物流嘅大樓嘅性質係冇乜太大分別。咁所以如果同時推出咧，我哋睇到咧已經係可能對嗰個即係市場嘅供應係大咗，咁亦都可能會令到個業界嗰個投地啊或者係投入咧，亦都係有一定影響。所以想多啲了解，即係就呢個而家目前嘅情況，想了解多啲就係兩個局點樣去協調溝通，掌握個工地嘅節奏啫。唔該，主席。好，局長。多謝主席，多謝李浩然嘅議員嘅意見同埋提問嘅。咁首先呢，我都想講講呢。剛才咧，我哋回答議員嘅意見，譬如好似易志明議員提及啦，其實而家業界咧就住對於物流嘅用地咧，尤其是譬如多層式嗰個嘅一啲嘅建築物裏邊嘅一啲嘅儲存嘅用地咧，其實係有一個需求喺度嘅。長時間咧，其實都係有一個需求，以至到所以嗰個租金咧係好高昂。咁呢個亦都係咧其中一樣嘢，令到我哋去推動物流，我哋香港自己本身嗰個成本會係好貴。咁呢個係第一。咁第二咧就係我哋同發展局兩邊咧，其實我哋咧都係有好一個密切嘅一個溝通，同埋都喺個時間上咧都有啲協調嘅。即係如果我哋整體大致都可以協調到嘅咧，我哋都會夾嘅。咁過去咧，譬如我哋睇翻發展局佢哋就住去重置一啲棕地啦。作業，而要有啲嘅土地提出咗出嚟，又或者我哋喺葵青貨櫃碼頭周邊嘅一啲多層嘅用地，其實嗰個目標或者個用途咧，個用家咧都有所不同。咁但係咧，因為整體而言咧，都可能會對於個市場上咧，佢嗰個嘅接受嘅能力啊，或者個反應咧都有所會有可能有啲影響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事前咧，大家咧都會喺無論喺個時間上啊，或者係邊一幅地嘅推先嘅優次咧，我哋都會大家咧會有所協調。咁呢個就第二方面嘅。咁所以我諗最重要咧，都係話大家去攞一啲土地出嚟做一啲招標嘅時候咧，我哋個定位同埋個目標咧都要相當講得清楚嘅。咁去翻我哋今日呢份文件所講嘅物流嘅產業圈，呢啲物流圈咧，我諗我哋定嗰個時間，始終我哋都有一個收地嗰個嘅程序需要做。咁但係咧，咁樣唔會代表我哋咧就係喺我哋去同市場攞一個反應，或者同企業去聽下佢哋嘅興趣咧。我覺得呢一個咧，我哋可以同步做，就唔需要等到一定要收地咗啦，或者睇一個時間上我哋先至去做。咁嘅時候咧，就唔可以達到一個前瞻性嘅嗰個速度喺度啦。多謝主席。